的艺术水阁好，各种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义。好朋友，咱今日要回想清朝时代台湾的经典，都爱读汉诗。咱知影讲，迄当阵台南府城，就是真正统治台湾上界重要的所在。所以清朝的命官来到台南府城行搭，拢真侪迷人的景致写作诗句。其中一个雍正年间来到台湾做义士的雕神夏之风，又写出台湾10英100韵，100首诗拢咧描写台湾的情景，实在内底字句真迷人。我将今日其中一首，就是伊伫赤坎楼边看到日头对落山，迄种迷人的景色。夏之风的诗写讲：野田静晓碧天空，地质扶桑东复东，赤坎城边云散彩。拓开海日一轮红，夏之风的诗句头一句咧讲天气晴和，咱站伫咧田塘边，看到遮尔迷人天空的景色，原因就是别位无地看。但夏之风的理解观念，清朝的国土台湾是上界东平，所以第二句诗才会写讲地质扶桑东复东，上界东平的国土才有法度看到遮尔迷人的情景。外迷人第三句。赤坎城边云散彩，高像头拄我咧讲，台南府城就是迄当阵上界悬的统治机关，所以清朝的命官来到赤坎城边，赤坎楼边看到云散发出五彩色的色地。云哪有可能散发出色地？毋是啦，迄就是因为日头照着云，有的倒甲变红个，有的是深红色，有的是柑仔色，有的是黄色，所以叫做赤坎城边云散彩。一幕安尼用诗句表达落来，本来干那描写天气晴和尔，佮甲你品讲这就是地质扶桑东复东，干那台湾有法度看到这个景，看到什么景？看到云散彩、五彩色的云的景。原因最后一句才甲你表达、甲你描写、甲你解说出来，原来就是拓开海日一轮红，日头要对落海底。一轮红叶夕阳，上界迷人的景色，咱知影讲日头就是铺上山，迄个拄当要出日的时阵，甲对落海，迄当要沉落去迄个夕阳黄昏的时阵，上界迷人。夏之风是因为清朝命官踮台湾看到这个景，拓开海日一轮红，用这句话甲你解答讲，是哪有这个五彩色变化的情景？原来就是日头当要对落山，规粒圆润润红叶红叶。夏之风的诗是今仔日咱要回想清朝台湾各所在的景色，最重要一个参考。毋则讲台湾10英100韵，咱若有时间一首一首甲提出来研究，咱真正会体会讲汉诗台湾的汉诗迷人的所在。因为用台湾话读的台湾的汉诗，正常就是台湾的文学。汉诗内底千丝万句写台湾，感动人。